来礼拜二来到教会受教兄弟姊妹三纪日，三招好，三讲平安啊无。最重要就是你毋知有准备好你的心，用真着调欢喜的心，就是来教会来面斗阵来敬拜上帝。我绝对相信，咱用期待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嘛要用伊通大的能力接待咱。咱要来唱一首歌，叫做《好心情》。愿你有好心情，因爱喜乐伫心里，互我来祝福你。你一天有梦有力量，耶稣听你，互伊的听
有好心情，搁对方无好心情，这是要安怎？我想只有上帝的话就是上大安慰。这礼拜我去探访咱一个姊妹，因为受鼻疼的甜伴，伊本来是一个足积极的，毋过伊即马真尾钱。伊真尾钱讲负面的话，我想到这首歌，耶稣听你，我想耶稣真正就是听你毋免烦恼，不管什么情境，耶稣拢听甲伊鼓励。本来是讲上帝哪紧了我去，过来我想，我甲伊讲，你伫任何的时阵，上帝拢有个意思，你才有挖靠伊，独独挖靠伊，免烦恼。你爱一直伫咱的生命的当中，咱拢需要主耶稣。咱要逐工有好心情，真困难，只有挖靠伊，有主伫咱的生命中，咱就袂惊。合通来，爸爸转去，对，因为安尼最好的感情。